继续关心去年6月份的时，伫新竹人家厝雅士爆炸案件，造成一个16岁的少年家规身躯91%的烧烫伤。目前，这个少年家也搁在住院治疗。家属是表示，这半年已经开上100万的医疗费用，嘛烦恼讲刷落来还搁福建这条路路长会开搁较济，希望雅士公司爱赶紧赔偿。新竹县长杨文科是表示，新竹雅士公司爱负起责任。我整个是崩溃的哭，可是我没有让他看到，我就哭到我真的是只能用体无完肤，身上真的是没有一个皮肤是好的。看到后生打乌的皮肤，但妈妈是真唔甘。去年大家新竹县德北市徛街发生雅士起爆，造成16岁姓陈的少年规身躯91%烧烫伤，到上也伫个南口中间的烧烫伤中心来治疗。这半年来已经进行18摆整皮肤的手术，到即阵空嘴拢也袂好。但妈妈讲后生较早真乐观，不过即阵对家己遭受意外想袂开，感觉绝望。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说，他说妈妈，他说我早知道我会这个样子，你就不应该把我救出来。那时候就让我打击很大。但妈妈讲，即阵就是慢慢啊开播互听，也感谢后生勇敢活来，互家己自责的力量。不过治疗到即阵已经用上100万的医疗费。烦恼后续自费医疗药膏一条就要9000块，压力衫一套要4-5万，遮侪钱后壁毋知要安怎。希望县长杨文科甲雅士公司会照因所讲的，赶紧赔偿。那目前初步也已经双方也有一些沟通，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在合理优惠的方向之下来做一个合理的补偿。新竹雅士公司是讲，事件发生到即阵，对姓陈的少年所需要营养品、甲压力衫、遮医疗用品以及相关的医疗费用，拢已经生出。另外，负担姓陈的少年父母薪水的保障，对着家属所提出姓陈的少年伤后复健进行的医疗费用甲精神损害赔偿，已经委请律师甲保险公司赶紧对家属要求讨论出合理的赔偿方案，用上大诚意，再搁甲家属进行第2摆协商，互这个事件早日落幕。记者综合报道。